平台电视窗口平台真个朋友，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朝的苏州电视市场。今朝开始起呢，就为呢播出2017重阳平台名角演唱会。这台晚会呢是由苏州市春节协会的苏州市平台博物馆主办的。整场节目可以讲相当的精彩。一部长篇台词三代关江州马头一浪事，举一反三，不听不言。其中呢有个角色叫金伯伯，提起金伯伯，你马上就会想到一个人。就是你个不赖女人雷鸣来斯，那么今朝雷鸣来斯也搭你平台高的艺术搭实力对档的王琴来合作一位三代关比当金伯伯，他们都是初次合作，相当难得的。今朝阿拉两家头初次合作，是一位小代关，国泰大学老板张春伟。现在的老板身家大人，同业工会理事长、药局工会会长，身浪向8万的手枪，大卫的金丝边眼镜，出来社会的包车，到小代关同居夫妻已经6年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但是你心里向总归有个疙瘩。啥个疙瘩呢？因为你有个师兄叫徐家伟，两高头阴魂不散，暗度失礼，做不出不来，所以心里向难过啊。今朝一早出去到小市街，小市街里差不多10点多钟、11点钟光景，回转屋里向去吃饭。坐上海1路电车，是从虹口公园到静安寺的。电车浪向有1等舱、2等舱、3等舱，张春伟坐了了1等舱浪向，搿人靠窗口对外头上看。电车上外不头要下来，往南京路要转弯。前巧看见外滩一部三轮车，三轮车浪向坐个女人，一只手招发。哎呀，搿不是别人哇！就是我屋里向个女人相对关哇！咦，我出来的辰光又要困了海，伊哪能辣辣外滩啦？哎哟，搿里向背有花头。所以个电车到南京路转弯，停下来嘛，伊跳下来，叫了一部三轮车到自家屋里向。举破来思路，龙塘口停下来，不得车地进来。李福想到也是拿出来开门，门开好进去，踏到客厅里向，一缸里的相思，想起了我的终身。我出生在扬州城，把我埋进青楼门。哎呦喂！老板啊，侬开心了呀？侬哪能回来啦？窗外扬州小调。哎呀，老板啊，侬哪自家屋里不要转来？侬总归要转来的呀！侬哪能转来一点点声音啊？没想上出牢嘛？这个啥闲话？自家屋里向想啥出牢啊？老板，侬出去哪能要回来？我当侬一家去嘞。侬盯好我死脱。没啊，我死脱嘛，搿点家当侪拿得去了。哦，我不管啊。不管个嘞。老板啊，今朝我搿个事体只要问伊好了。小代关哪能我辣辣外滩，伊才晓得个。如今啊，老板啊，小代关人呢？楼浪。辣楼浪。楼浪向。我问侬，今朝伊出去过伐？没得。没出去过啊？没得。到底出去过伐？没得出去过喂。真的没出去过啊？呀，啊？那是个顶了家子门的讲，俺出去个呀。搿金伯伯心地善良，动情的三代关，内哈搭个徐家伟憨嘟嘟的一代，眼睛本来擦出了擦3脱个样。所以我抽得个金伯伯，让你到外滩公园去搭徐家伟排队，那是个顶了家子门讲。搿是我今朝也说句话，我不会来帮你，我只会帮三代关的。单关他没得出去个，没出去过啊？真的。哎哟，侬得讲得像嘞，到底出去过啊？哎，我老板啊，侬不要这个样子。哎呦，搿能样子，两只牙子啊趴下来了，老板。牙子趴下来嘛，慢慢叫再去照顾好了。我到底是人哎。人了，我问侬，伊没出去过啊？没得。搿么大听啊，我讲拨侬听。讲啥？我都晓得个啦。侬晓得个？伊出去过唻，出去过啦？辣外滩。外滩啊？也吓得个了。想个三代关哪能够出馒头呢？从来不出去的，难得出去，我都不让你看见呀。哦，
慢慢吃苦。金伯伯想，我也来问问清爽的。老板啊，哎，你看见啊？看见啊，那外滩啊，亲眼目都辣辣外滩。啥辰光啊？啥个辰光？大概总归11点钟不到点伐？11点钟不到点。哎那么几个人啊？几个人啊？哎，出了为什我问侬问我啊？我要问问清爽的呀。老句来，侬想摸摸我底看，我看得清清爽爽。看得清清爽。小单位辣辣外滩，几个人啊？几个人嘞？我不讲拨侬听。我现在问侬，伊哪能会得出现啊？哪能会得？侬讲伊个是伐？没。侬今朝跟我讲。讲，那么龙江个做，我都不让你看见，顶老子我问，再讲分出去，看上去不来事。搿么讲出来个闲话，对归下来只有对家，搿他身体两高头个闲话对不上，搿是一切生活个话，哪办呢？金伯伯来得个聪明，头抬起来对刘老一看，分眼，窗户开得10辰光来，是个让我来，喉咙开得响点。让刘浪向个单官听见么喊再做准备。哎呦喂，老板啊！我这个人啦，把侬一日到夜吃生活，吃得了脑子也不好了。我一对个，把侬一问问，我想起来了，单官好像今朝早那是出去过啊。啊是，我喉咙不想侬不讲，耳光不吃不讲，出去过来对伐？哎，出去过啦。到外头去做啥？烫头发。烫头发，啥地方？斗马路。啥个点啊？北门关。13点，侬轻点好伐？老板啊，侬忘了，我又不是聋吧？哎呦喂，我做人难啥他了？我讲的我轻嘛，侬讲听不见；我讲的我想嘛，侬又嫌太想。做人难做人啊！难做人，我再问侬，哎，侬讲伊去烫头发，烫啥色子啊？刚刚烫过嘛？油条色。油条，搿头浪向一根油条没个嘛？老板啊，是这个样子的。没烫嘛？哎呀，单官到了北门关，今朝北门关里向人多得不得了。那么人家看见小单官嘛，开心死了呀。那么为了旨意要签名要拍照，人家还讲个，哎呀，侬是小单官啊，阿拉侪老欢喜侬个，阿拉欢喜看侬唱戏个呀。哎呦，侬哪能去嫁只男人，也是嫁拨了张春梅，搿个男人不好。搿个男人是只流氓哎，搿个是只缺货啊！哎，侬问我流氓啊？不是的，人家讲的我说闲话呀。人家我没听见人家讲，我听见侬辣辣骂我啊。搿么我还要讲拨侬听个啦。讲拨我听嘞。哎，伊根本头发没烫嘛，搿么伊哪能会得跑到外滩去啊？搿么伊想伊人家多么，伊等勿起来，搿么伊想到外滩去散散心去噻。散散心嘛，伊去到外滩去做啥？伊到外滩去斗风。哦，前脚过来正好一个风。哦，前脚是兜风，但是伊没兜风啊，伊坐辣三轮车浪向搿只手招发招啥物事啊？手招发。老板这个样子哎，坐辣三轮车上手招发了，红了灯转弯。伊出了广东蛮像个呀，红绿灯转弯是个，一只手是要招一招个。哦。哎，老板是吧？哎，搿么大劲啊！哎，老板啊，我也要问侬啊。哎，侬问好嘞。伊啥个辰光出去个？啥辰光？搭侬前脚后脚推背一脚。出了没辰光哎，等我前脚后脚推背一脚，啥辰光转来个呢？搭侬前脚后脚推背一脚。哎，老板侬也晓得了是？我也晓得，他不是2只脚侪被侬用脱了。哦，好啊。侬讲得蛮清爽。哎，清爽个。葛么我要叫伊下来。侬叫好了。我叫伊下来，等侬当面接待，只顾只待打顶，对下来勿是个哪能办？勿是个，哎，死脱那一家门，死脱我一家门啊！我出了到外，搿哪能勿死脱哪一家门？哎呦喂，老板啊，我屋里向侪死光了，老虫也没一只了，没啥好死了，只好死脱侬一家门。我搿出了去个呀，死脱我一家门，好吧？我现在叫伊下来啊！好叫伊下来，像是对下来两个人勿是一样的啊！我情愿吃生活，出了硬到硬个呀！单官，侬下来！楼浪向个单官，
听得一清二楚。搿心里想感激的，生生的人也也喊，想尽办法了帮我个忙，哇啦哇啦啦啦都应头的，清清爽爽。搿是我今朝下去讲闲话，也当心点，一个生生一模一样，否则个说法个事体太一个。心里想哈，看见个张春梅扑个腰，对对说说楼浪向下来嘛。叔叔，做了介许多年数夫妻，还叫我叔叔啊？哎呦喂，老板啊，你搿个16岁哪里又夹出来了？你叫侬叔叔么对个呀？哪能对个啦？侬讲㑚两家头结婚了，㑚两家头结婚嘛又没领一张这个发票。结婚要开发票啊？耶，人家结婚嘛侪有一张发票的呀。哎哟，侬这对美女人不是发票，结婚证书啊！哦，这个叫结婚证书啊？哎，侬又没得拨我也不晓得，我当发票啊。我为啥是会拨侬？啥人讨着侬这张女人搿家人家做个倒霉？我也不要。哎，哦，那侬来了旁边啊？哦，晓得啦。不要过来啊！哦，对官啊，叔叔，侬今朝出去过啊？哎，出去过子。侬出去做啥？烫头发。烫头发，啥地方？到马路。大马路何里饭店啊？大玫瑰。烫啥色子啊？有点事。哎，根本侬没烫嘛。啊，地方店里向人多得不得了，我等不及着，所以我不烫着。那么我到外滩去兜风。哦，外滩兜风。哎，搿么外滩兜风侬没兜嘛？侬坐了三轮车浪向招发招发。啊，对此一些我觉着吃力子，所以我坐了三轮车浪向，怎么红绿灯我打着好转弯呀？老板啊，我没得说错嘛，一句不差，侪一样的。哪能又跑出来了？哎，我要证明的呀。哦，侪是一样的。哎，一样的。侬当我13点啊？哪能啊？侬当我从上班族到上海的？不是啊，侪是侬读英特贝听啊，考伊啊。我哪能考伊啦？伊辣楼浪向，我辣楼下头呀。哪能考伊啊？我问侬啊，晓得关去做啥？烫头发。那啥地方？北玫瑰啊，对吧？啊，侬刚刚想出来呀？刚想，那对吧？奇怪了，那侬找出来了吧？那我自家讲侪是侬教伊的吧？没得。张春梅转过去拿根笔笔啊，墙头上挂好了，拿出来台子上一放。哎呦喂，老板，杜静啊，你干什么？今朝那两个人总归要吃生活。哎呦喂，不要这个样子。侬要跟我讲清爽。哎，小单位到外滩去到底做啥？做啥人去碰头？得啥人？侬今朝讲清爽，我不考。侬不讲清爽，我要考侬。哎，老彼此新买得来，还没开过婚。老板啊，你不要这个样子哎，我苦恼哎，一天吃不到牙，吃不饱，好个事体没，棒棒吃生活，棒棒吃生活。你看，我手浪向青1块，紫1块，这块加2块。这块2块，侬本来就是2块头的。我要这块2块，侬等我讲。我讲到底先得啥人碰头？棒头啊！老板啊，搿金伯伯想，但不是趁今再给个机会，我喊去一求那张春梅，那个人随碟子太辣，实在是不这样抢个子。老板啊，你不要这个样子，一棒当两棒当，我跟你讲。一个人啊，要摸良心的。那我良心不好啊。要想从现在，想。侬从前是啥？哪能？侬从前是一盘小西瓜，这东西有个老板。总归还是老板呀。搿个老板跟现在个老板冇比个。侬现在是啥？国泰大戏院个大老板。搿么这个是我的本事呀。侬的本事嘞，侬当我不晓得？搿个才是靠小蛋怪。小蛋怪跟侬唱戏唱得来个老板。我是海北生
人。对会是个想规规矩矩的。农村会讲规规矩矩，伊每日天下头脱脱换脱啊，面孔上脱得来紫五十六，这个就是招蜂引蝶。老板，侬个闲话难听嘞，每天个行头脱脱换脱嘛，这个才是侬高兴的呀。我高兴啊！你了他又是那，你了他一样风雨，思念在相求，在思君呀，他家几上中做佳音。老板，侬个闲话讲得真难听。啥叫难听啊？伊到了上海，侪是靠我啊，对伐？身上扎个、吃个，通通侪是我。老板造房子，至于到上海来唱戏啊，伊前头唱戏还有啥事体啊？是要唱个呀。搿么是唱戏的呀，唱戏的人总归要搭人家讲闲话的，是不是啊？单位是作业的，一天到晚自家的辰光一点点也没个。要啥辰光？伊是唱戏、唱党委、上地台，搿个人是辛苦的。红楼梦也晓得嘞，啊，叫花秋了海棠城，啥人讲侬？哎呀，老板啊，我也要学习个，我还要进步个。哎呦，侬进步啥嘞？牡丹夫人，夫妻是我已懂得。搿个叫与时俱进，侬懂不啦？侬讲嘞，与时俱进也会得讲了啊！是的一个是啥不识个，还有啥个博爱咯，平等自由是的。这个闲话啥人讲啊？孙中山先生讲的。孙中山先生讲，搿么我倒要问侬唻，啥叫博爱啊？侬讲讲看，啥叫博爱？啥叫博爱？博爱。博爱嘛就是博爱呀，就是搿个栗子啊，还要剥开来吃个啦。栗子里向个肉甜绵绵、糯道道，你吃子欢喜嘛，你爱了，这个就叫博爱，剥开来爱。侬哪能介残老了哈？都比起当初栗子嘞。这个跟侬心情开心，开心啥开心？孙中山先生讲的，要博爱、平等、自由。哎，老板啊，你孙中山先生侬认得不啦？孙中山我不认得。侬不认得啊？哎，我倒是认得个。啊，我认得个，我天天搭去碰头啊。孙中山先生牙齿俏兮兮的，面孔笑眯眯的，这个中山长我天天看见啊。侬认得孙中山个？是的。啥辰光认得了？喏，人家过来个下场贴了墙头浪向，我也是天天搭去碰头的啦。哎哟，那个13对个下场嘛，随便啥人侪认得呀。是的。我讲拨侬听，哎，小丹国有今朝搿能个日，全靠我张春梅捧啊！我晓得个。我不捧伊有今朝3个字。你是一水，让他来背呀，一人双须，风上绿上绿，口口君摘。
张春梅听了还懂啊！侬搿个闲话是辣劝我，搿番闲话才是好闲话。侬真的会得晓得我会得听侬啊？侬当我不懂啊？晓得会，我弄到屋里向就是赚钞票的呀！侬现在闲话会讲来啊？不是的，老板。雷米拉斯真不愧是平台高的弗兰女人，你看，虽然现在干，而且呢，喉咙也是非常的干亮。你倒晓得，你今年又叫我年纪长，哎哟，我讲出来恐怕大家侪不相信着。75岁在，你看培养得真个嗨个。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一位新世界合作王奎，合作的是2位大咖啊。下水呢是上海平台团的陈丽芳老师，这个里头团结一家，人称我的西讨厌。那么
到底搭档的是啥人呢？谁是上海平台团的团长甘博文？你到两家头合作会得擦出哪样子个好话来呢？接下来欣赏。学弟，受君报，忘恩思双友，相国亲近与恩爱配良友，下官王愧，蒙生恩浩荡，得众公民相依随亲，朝会东爽，好不逍遥，愧为矣。博人郎王魁，得众公民相扶者在，介绍了一封书是300两银子，拿莱阳揭发家些交归人许的。现在呢，一家里让相扶希望里让读书，一心更深。哎呀，这个心神不定，忐忑不安。听见苍浪响，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外边呼声没人，不停心。过来拿窗嘎嘚一开，在窗外一望，因为深秋的天气，花园里欧滋滋和人人，一阵风使得身上带一点阴水水，忙在花园里，哟，深翠庭院，一派萧瑟气象，哟。深细细，阴塞塞，月色朦胧依来。保送夫人在，雨水人喉咙里唱带，原来是凤梨唱颂年丰丰，手一个窗儿，一直有人来。10岁外，
世间，铃声儿真不动手办。凄凉，放下这纱窗手，送天灯把手就分，只觉得心绪彷徨一般。为得老家伙身体受定，嘿，想我红的东西东西，想我与莱阳交会引这一朵姻缘们，我这里好比狗一问，他那里心动一然沉默。看来这笔风铃举债，只得来生再为的了。你倒想来生再说啊，不来个，今朝要来谁也到你手心上子，凄凉当对这期还有生期望今朝心头惶愧，对侬最
身。下来听友，何处寻找这封信？嘿，此身让下对对一忙，失望一个，声音言语，不是不人，谁是不人老王？快！一人迎风，十大门口，也想把门楣。我说啊，非好好三姑人个家，眼神一变，恢复牛上，是花是鸟，时而七岁把门呀，听见人把门，自家也杀人，未必好人是喏呀，莫非夫人来了？我是你名正言顺个夫人，真是这个儿子想不天经赶得来，做起夫妻恩爱人生，开心呀！夫人上台，待下官谁来开门？过来，国家一人迎风迎带里下，身体柔的，一手作礼。夫人守在哪里呀？老闺女啊，夫人，天黑了啊，你来到书房，说起你我夫妻恩爱人生，待下官与下，你看你彬彬有礼，一躬得地，不有一人心手的，两行眼泪得眶而出。你忘记我结归人，当知我是相国千金，可是我也当你失丑半个，谁知过放下来，奴非相国千金。你从雷阳来，哈！听见雷阳，脑子里红的来，雷阳不被你教会用，哈！你这么大的事情，你来自责神那眼里的命，今朝也活着王魁没？毕竟3年夫妻，我付了个责手。让我用尽试图，再做定的古人呐，到底古人的样子，你可记得非？把那所有的事情老早才忘记。去岁深秋，郎君用功勤读，做起真知背叛。耳听前来帮大三哥，我是郎啊，水管不沾，上上1000八。郎在里起身，跌打在地，只是来2只手嘛，难以应罪，为其妇女上上，为着儿我。时代天明，背弃民意，真没道理。他要殷勤侍奉，我方反我大狱。谁今嘛，于是身躯之心，欲恐郎君拒绝不法，所以为妻得送对方
这个嘛，说是一个人身非草木，所能服人。把你个两句闲话一讲，王快为伊打过去。当辰光，我平到了山头里向，是你侬我举到院子里向，侬我毛病看好。后来我日子读书读到陈江古院，搿日天夜里向大冷天，立起身来两腿麻痹，沉跌到地上。你侬我踩起来踩到床上，用你温暖的身体握我的双冰冰硬的脚。到第二天，比方名义，当我毛病看好。今朝我就努力虚脱人，特地送对方到此，各种高兴为了哪？想到该当身心上升，水性下降，有点激动，起两只手瑟的涌上来，这样来再再，说明你为夫妻之人。这样来再再，我可以每年一世的眼睛收过去。哎呀，吹下，妹妹讲，要是今朝搿张单方我怕这个，我这张单方头名上有人白，相国东庄泡汤，荣华富贵化为偶遇。哎呀，吹来，小贵人。想我与你早已恩仇义结，为要当初之人隆隆松松，倘被相国倾心之下，为当了得，还不与我快追？哦哟，得儿怕一支对方落大地了，心碎上头，想不到石头是不人老夫人无义。官马郎打了眼相目眉，夫人呐，啥当你过的样子？我与你虽在夫妻，心生似海。难道你够战斗日日了么？小贵人，想你乃是个青楼女子，亦能配得我天子门生，还请我三不两文人一封书是早已这样你许错，你我早已恩仇义仇，为不愉快，滚！哈，叫我滚啊！你为啥人啦？你为有半点仁义啊？根本没哈，你无仁，我无义。妹，桂英是个善良的女子。夫人呐，大真恩仇义仇，大真，公主，根本没哈打，官把郎娘老啪高就去。扶上前就叫迎风而上，啪！那然后谁不应他，啪贴出来，必不拢才是句号。薛桂英，迎风之中恢复牛上，柔生气，散发披头，浑身湿吧，两只手指骨打了，撇了撇，舌头一踏出。王坤，这人到哪里去？我了，引了来头顶新郎王坤。哎呦，一口老上顶，一下人跌到地，口里跌到地上，却归隐。那么呢，满腔忧恨涌上心头。手里来让我送王奎，桂英，杀日被美人，谁把披头两一昏？我恨你之风雨色有我小眼睛归我太多人，从八步寻来打雨心。王奎呀，你们想一想，称一称，你乃是后宣阳的人，你本是穷家子，背头的东
我谁对么两平平，也不是我结归因，哈两心恩，你在心嘛就了，你一定明日再一别落瓦就名归。在不多不容易，春夏秋冬的人了心。春来夜里些花影，夏日为你去娘们吹风起，为你给日见恩，冬日为你把被温，我为你花里花人花人心嘛，公益公家公郎君，只当你是一人与日生，所以我一披起人的红儿，心在那山顶。一把把王郎君法郎君进京恩深恩，可怜我是十二辈一等，总是话题不服我这口名人嘛配来了，一次家事嘛都为金拿之下，每日一次虚实今夜怒，你啥天嘛天风龙，这地没地风门，妈妈将我背。让我去领家人，我们那里去开人嘛就开人，这身不灵，所以我有两个话一命你死的了，你为当此之身，生谁死不是心。我不信我的拉军你是不信人，去破过嘛破过命，半辈让人生，急急忙忙进王人，进了王人进相府门，只眼里见侬为与里侬，心么见侬把侬娘子称是娘子娘子，我的好娘子啊！我总是为你生死一给，我也就是的第三，这样的人我结归，我是非难死。说你现在刚好来见我吧，来不及在。谁知你无理吃，你没人心，见了我人一人女人是病，我有你伤我的心。把出山在夫妻心，把出人在里日门，把里你里是人一的都在高然法，给人神机使用你谁推神人也你的神龙大力去配本我这王魁大字就说千金平台技术窗口平台真个朋友，搿让大家嗨和你收看精彩的苏州电视市场，继续为你播出2017重阳平台名角演唱会。这趟的重阳专场演出的拼档呢，蛮有特色的，侪是来到三个组合。今朝的第一档呢，搿演员吃高开，是86-73的马三军来师导致儿子于三良，母子档等于到了一档，平台虽见笑侃评弹说渔唱，而且呢，你都为此一台演唱会专门定做至母子档了。那么，现在来欣赏一下吧。儿子啊，妈，今朝上台，是听台说，听我台唱，看来有几花水平，有几花差错。哦哟，从了那边浪向境遇里来点评点评。实属40几年的，是第一次让了搭娘搭档，那么呢，今朝青年演员为白演出，那么妈你要听啥？先唱开头，哎呀，先唱完啊，先唱一段啊。那么先为白一段。点紧张，放松，我放。放松啊。你刚子带有点紧张是。现在要唱新，但是更要传承，是要传承下。我来唱一段
我个他先生维护音的新闻电台一听，是啊，现在没人唱着啊，是我先生CCF的先生，CFE的随是从李个路子上发出而生。唱一头也是西北长辈的声音，今朝想让回答我是唱一头你就维护音老先生的代表作，方清夏家信，请听。飞呀人，路边单呀新山，真啊是路边来亮，一根路边大都为山。谁呀的是得真某命令相处，是属于天的错，把那雄风起兵随而去猎鹰，神他是两山下空气为当然不放娘老几生啊去你真送说起大为呀奴一斤两昂早为谁把那还奴为方不知啊为么送的是你呀一边也送到那太平庄在想的就是喂当听大家的掌声，是吧？点评一下，举着奖70分。那为不满足啊？没70分。干了嘿。咁么是讲，晓得个娘对儿子要求自家的的确确，哎，妈，那么我王唱是唱60分，当的70分不得了子，咁么说明你有啥个想法了嘿？咁么实俺把今朝南北重样子，哎呀，见我个妈还周视他2、3都看得哈。我有儿子啊，哎，西边出太阳。我听讲你都不晓得，我没顶欢喜唱，要想上台唱嘛，第一管了我。我就说妈，那个把年纪再唱觉得起啊！哎，今朝真的呀，这里头是啥缺点？你会得提出来叫我唱，哦哟，我开心的嘞！我和够8年的2期模式。也当这货的，我唱没唱，是搿把年纪唱出来，大哈当不准。讲是那个啦。那么唱只开篇，乘风破浪啊！哎呦，搿只开篇哈个是你妈个先生，是我他先生时天上的强调，啊，听不那个，来。那么唱没唱啊？前天上个强调呢，难当中有几句强调。那么里向还有几句呢，是我自家设出来的，叫不一样的。那么请大家注意，现在请听。黑米
举红旗。向前走过江那海，一龙啊西天。呱呱姐，另外是100分的啦。这样看起来是得的奖励啦，关注啦的，是个。所以我这打60分、70分，加起来落了才一个13点哇。大娘一直搭档13点，神经病才分眼睛啊，是吧？嘛，办法意大利87岁啊，对，那到2050年，你2个100年，带来工作是为还长的。绝对可以。是个，另个。你是啊？哎，不过你是识书啊？哎，识书的，以识为主。哎，那么让你2个人唱嘛唱歌？是开篇的。你还要说脱2段。哎呦，我要看我识书。哎呀，说一段啊。好，马来说一段我个独门。说一段啥么子呢？说一段中华5000年。我一口气，大家看来随便啊。据说明1分半之内，我拿5000年的文明历史，一口气一直说到今朝。所谓主义核心价值观念4个字，再说到你19大胜利闭幕，再说到你今朝崇洋名家为师，760个字，你到相信1分半钟啊！你搿面几个弟兄，非但不拍水，只嘴巴搿么灵不灵？当然是你看来随便啊。90年1分半钟，中华5000年一直说到今朝。那么有2个人拍视频，你到只管拍，我都不去啥个，这种主旋律、高大上、正能量的么子，你到只管老子走去不了儿子新华公司里、学堂里为他表演节目。但是我有个3个要求，啥个要求呢？我分差过辰光，一口气说到今朝个分拿税级的可以拍水，拿税级的你都不能拍水，扯开嗓子为我喝彩，好不好？妈，那么不好意思，献丑啊！90年1分半钟，中华5000年一直说到今朝。来，我们倒计时，5、4、3、2、1，开始。自从有史以来，大地人为沧桑变化，英雄谁人知遇斗杀，三皇五帝华神汤，东追六国乱渣渣，一统天下秦始皇，指鹿为马出十个，神手无光，击鼓起义，项羽刘邦，国称英啊，孙权刘备杀曹，定出三分天下，司马懿兵吞三国，司马懿建立京城，随后代兵荒马乱三阳地，昏庸无道，李世民建立大唐，武则天女王临上，刘后代诽谤造反，实匡胤兵变神将，宋神宗荒淫受金太子兵进南上，我非精忠报国风不定，中文飘渺，河北吞金灭宋，朱元璋建立明朝，300年一统江山，李昌王再现强大，后三国引狼杀杀，陈世帝建立清朝，西唐与后郭亚明，洪水人死意没呀。民国建立台北现在孙中山之前加革命领导武昌局民主时代，黄虎光70年历史宣传会都有史开红喜历史。据1883龙龟桥参赛4倍，日本军阀战在修吧，14年抗战3年内战，8万勇士火光头，欧星红旗迎风飘飘，三番五番大一心分科分明，把那口牙讲，彻底分成4人帮，改革开放随时看。自营所谓中年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后裔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精神诚信预测，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到今朝，19大胜利来规模到今朝，你崇洋为师，名家大为师，希望哈德真是国家5000年来是全部说话1分半钟就完不得，不相信各位请看自家水上边。这，你都不怕说我要斗气的是吧？让娘们人40年的功底全部侪用出来的，那么妈来帮我打个分吧。好，这个一头呢，刚劲有力，口齿清，快而不漏，慢而不透，打分99.9。你说，
我屋里向有3个麻将搭子灯下来，我还不。哦，可以，要拍麻将，搿个最要紧的，祝大家身体健康。再会哈。接下来是后期问，已经考一个小朋友也啥着？我都是八田中心幼儿园余先良平台工作室的小朋友，等你到来的是琵琶古筝合奏送你一支玫瑰花，祝你所有的来世米们身体健康，凡事如意，一道来欣赏。欣赏一位诗呢是正旦节目的阿台戏，华水不得来，是你个中国曲艺界一位副主席江苏省曲艺的主席，全国正义委员，相信大家侪猜得出，伊呢就是你苏州平台的副团长常三云。那么搭里搭档的常水，当然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你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平台的代表性传承人，74岁改龄的金律生来世。你到两家头一位，你到了一位武松，蜀山抽风，一位是可谓是后光世俗，两位的合作还是相当默契的，快点一带来欣赏。好，我们倾听蜀山抽风。武松金阳冈最大幕后，弟兄相会追莫于港。个辅导啦随便那分享的，各位当后英勇啊，觉得自家个好兄弟心里向那番靠啊。因此现在连子武松是忙着屋里而来。我个好兄弟呀，哥哥跟着我狗追了多。好，武松，我阿公搿副三兵对望进肩高浪向一贴，回过身来，那里地步浪向着了啊，哥哥，好兄弟呀，追啊，追啊，追啊！哎呀！凭良心讲，74岁人，我就像硬这样。
恁不得是俺就不容易了，那个是，而且还马马虎虎在。弟兄两家头没叫辰光，抽过自然讲，哎，已经到屋里门口。好兄弟啊，这瓦个屋里睡了那给大太，到了大子啊，农夫三兵队忙进地廊下歇歇，抬起头来一口没，只看见一楼一地一门一大莲子荷花布置得清清爽爽。哎呦，看上去分开一年呀，阿哥的日脚过得相当不错。谁是此君？谁来了给大太呀？辅导啦，真也想推门，这也想买，为啥？因为兄弟离开屋里已经1年多个子，我已经特子刚些个好兄弟回复晓得了呀，应该讲不离听。搿宿舍大郎是个老实朋友，想到自家特得刚些会得破难为情，搿只面孔依然之。好兄弟啊，中华个会员长有件事体分讲不来听呢。何事呀？哥哥，这谁是？要少气吃吧！哎呀，分扩张了呀！但阿公们说不举例子，哪道理啊？分开看，面孔涨红。哥哥。究竟为了何事啊？不是别桩事体啊！谁是中华个已经特子高兴在？我儿与了嫂了，与子三三在，与子三三在呀！哥哥们真心靠我。为啥我的阿哥人生得比较傲些，面孔也是不别致？我从到这里真上真是太不咋高兴这样，嘿。安科长分开1年，高兴门不出已经太个贼。可是我的那个弟兄感情非比寻常，从小是内一手领导，我拿呢当爷一样看待，那么各位叔叔，我应该当娘一样敬重。我儿与了嫂，这就是天大地大的喜事，恭喜公公恭喜！哪位的啥子？哪位的啥子？搿么人家我来叫你嫂嫂开门啊！好，大嫂啊，大嫂啊，开门啊！忽闻门外开门声，定是大啦出门兵。可是大郎回来了么？出来这样，今朝那走得这样站脚。哦，阿为个三兵生意不好。有大郎，有后真是回来的许子早啊！大嫂啊，我个好兄弟出来这样。哦，好兄弟出来着。哎呀！这年的那个弟兄感情是哈，我承认的。多个弟兄已经闯了纸面浪向了呀。虽然到外头去无时无刻不拉牵几个兄弟，不过我辣浪想，多弟兄感情再好，没啥稀奇。为啥么？哎哟，那想让阿哥人熬得来一脚脚称得3寸钉。兄弟再好，阿哥3寸，兄弟别个2寸，2寸半时已经胖桌子顶个子。别个讲究一想嘛，哎，今朝叔叔回转么来，总归是桩好事体呀。有大郎，叔叔回来了，出来在。哦哟，那快点呀！举过来，呱呱嘚，门一开，裙子一连打外头，盯了下头辣浪看。辣浪寻，哟，叔叔在哪里？叔叔在哪里呀？哎，大嫂啊，这个谁是我个好兄弟啊？好兄弟啊，这个谁是那个嫂嫂啊？嫂。哎呀，武松这梦啊分享的，自家为嫂嫂是石岗一位谁是美人啊？可
可见你万万分想上，自家这位叔叔真是这样一位魁伟上风。哥哥如此阿相，少少恰是顶顶肉力。男人是自气里，这位叔叔恰是英俊气概。哦，阿哥，那我得寻那是刚一位美嫂嫂家。有个男人哪会得跟上这样一个好兄弟的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令人难以相信。真是惊呀！明是真心，求你是真神迹必做梦中神狗是他为神终于良心好随后品貌气度真，所以邻里叫他谁沉淀。我是漂泊江湖，一手在风是否可不是亲？只怕狗狗水欺凌，为他为我得真能心。我知道他终身也是以内婚配，欲说为之月下老人行好心，红喜起来这美平定，阳过西中出计分少少时不宜去，不宜平衡，你若下家到黑门，真心让男人这地生这儿郎是非气思绪须少用也不是心对这激动心
嫂，叔叔，相母说离家一在，俺的哥哥就让嫂嫂照应，请嫂嫂随俺母送一拜哟。哈，哎呀，你哪还带我去呢？一只三个子话，叔叔，微微不给大队女婿为了不。这边上武大郎也写出来的，你看呢？两个头面对面距离啊，像在杀死之相反也不像。哎呦，孩子，好兄弟啊，说自家的用法那看起夸得起来呢。大嫂啊，大啦，好兄弟是我走啊个首先领导啊，虽然想你看看对们用法那不好意思吧，夸得起来吧，大家起来啊！是。那么三家头立起身来，回到里向，到这里向守定么今日大郎起劲了。这个大嫂啊，大啦，你也晓得今日杨过有人里向追摸预告非人真可，各位大红英雄是啥人啊？这里毛毛你也昏脱个子，我等门啊分吃么哪会晓得呢？老家不知。不是本人呀，谁是我个好兄弟扶送啊？大啦，啊，你在真情？不是本人，谁是好兄弟老你呀？叔叔是大好英雄不仅仅是大好英雄，而且现在为组织杨国有俺们里个都得在。什么人？各位叔叔就是金阳个大好英雄啊！哎呀，那大爷对你仔仔细细的看看噻。那么不对我呢，刚刚已经看过走了，我有两样个。刚刚看的是叔叔呀，现在看的是大好英雄呀。眼睛，那么真叫附属英雄，我是我经理生来在真的到了地上子。为的啥个？我不大晓得。为什么？哎哟，你看见这个叔叔长得实在太好看着呀！为什么？
好的落得一丝一毫的想象之气。哎，我们生得这个花容月貌，搞个男人这个难看，这个傲。喏，我这种长相，跟各位叔叔配起来，但是匹配呀。沙溢的一路花儿美，佳人配影那口里怒喊花之灵，落彩容中我这美佳妻，纱布知否？莫非是寡妇？吹露莲有牙宝，月下来人发贼风，以至于露地有言。叔叔第一周排队呀，初次见面不离看见，要我为个一副考我的呀。还在想开低保，是医生是莫医生追，还只得叫鸡三鸡，叫秋三秋三。别个闲话讲出来啊，我男人没分高尚，这个叔叔。实得把我赶上个，他是一日心里有牵抓，欢相拥。叔叔啦，嫂嫂，你今夜个大后几鞠躬，我们现在。西塞兄，嫂嫂，向我送金阳岗最大梦后啊，均不过女斗交心而已。叔叔可太了，叔叔是件对过后去。衙门之中，衙门之真的是。哎，叔叔啦。像糊涂郎听得搿两句，我心里想靠啊！搿两句讲得自家心里这样，哦哟，好兄弟啊！你说搿两句我讲得真有道理哦！你为是知道我篱笆，非得是了衙门里向，哦哟，走吧姑爷，千几内又不放心该，夜里又困不着该，大嫂啊，搿个谁家？黑家。
何家无须落用好，各种爱精彩节目时代的结束着，下在哪个时刻？明在同一辰光，你再会。访桃园弟兄结义，闯天下陈桥兵变，登龙亭巧试兵权，失手足怒斩黄袍。12月20号起，听蔡显明、张碧华为您讲述大宋王朝缔造者赵匡胤传奇的一生。